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台中的百货公司成功3月伫咧昨发生爆炸意外，造成4个人死亡，34个人受伤。检方透明对16个工人甲员工来复讯，落尾是拢以证人的身份甲因请回。目前事故的责任抑阁继续咧调查当中。因为台中市府是按算要甲业者罚120万，抑阁有启动公安稽查专案。 建筑主体也阁一直咧涉水，四周围全部拢抽封锁线。台中市公3月2月13发生爆炸，扣台中市府勒令无限期停业。14日透早有百货员工赶转来，将家己的汽机车为地下室刷出来。不知道，对，目前等待公司，对，有公司有他们内部会开会这样。所以我想说，超疯狂的，赶快来签收。 整个爆炸案目前统计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34个人受伤，有20个人已经出院。其中澳门一家伙仔4代7个人，阿公阿嬷死亡，其中2岁女童伤势上严重，头部进行开脑手术，医院在加护病房治疗。小朋友是一个严重头部外伤，脑部肿胀，所以我们赶快做了一个紧急手术。那目前在加护病房治疗，那目前生命真相是稳定的。 不过，脑部的部分还要持续抢救当中。台中地检署13暗时，针对施工工人、百货员工等16个人复讯，拢以证人的身份请回。针对起步原因，新中雅术医院表示，施工现场已经拆假数表，后续整修工程的细节并不了解。台中市府是无愿意加讲，强调会全力配合检方调查。那我们今天继续会协助检察官在现场或者是在进行相关的约谈把我们搜救的情形呢也向检察官做一个秉承。市府初估会开发120万块，而且马上启动百货商场公安稽查，受害民众医疗、心理咨询2项专案，而且向新光3月要求成立服务窗口，逐工说明在后处理进度。公司新闻台中报道。